我哋大家嚟 Costco 呢，最喜歡嘅呢就係買日用品啦、食品啦、蔬菜啦，甚至乎家具啦、家電啦嗰啲咁嘅嘢。咁大家可能唔知道呢 Costco 呢其實配藥呢係好平嘅喎。我去過咁多地方配藥呢，我覺得 Costco 係最平㗎啦。咁講開配藥，我不如講下 Costco 嘅保健品啦。其實 Costco 嘅保健品呢係最受大家歡迎嘅，無論團購啦、個人去買啦，好多人都喜歡嚟呢度買保健品嘅。今期呢 Costco 好多保健品都減價㗎喎。今期一入到嚟呢，就見到保健品成排咁樣擺晒喺度，裏邊有好多都係減價嘅，例如 Q10 啦，仲有薑黃素啦，仲有好多人都中意嚟呢度買嘅維他命丸。今期有維他命 B12啦，仲有維他命 D。除咗維他命 B 同埋 D 呢，仲有維他命 K 同 D 嘅保健品。除咗維他命保健品減價以外，其實仲有好多保健品都減價喎，大家睇睇。今期 Costco 保健品嘅減價實在係太多啦，林林總總。如果大家喜歡買保健嘅品嘅朋友呢，就快啲過嚟掃貨啦！今期同大家講住咁多先，下期呢再同大家分享下 Costco 有咩減價，或者有咩特別嘅商品介紹俾大家。大家記得點讚、關注同埋分享我呢個視頻啊！下期再見啦〜